日光由錦田發出。This church will soon become a mega church.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, all nations are coming to flying to Hong Kong to attend the church. Miracle will follow after miracle. 再加添我熱誠，伴我先行。靠着信跨出新步伐，盡是終極的步履。向着前，從來不停留，有你伴前後。儘管崎嶇滿路途。咁為咗預防咧疫情係第4波嘅爆發咧，政府認為咧係要有需要去迅速收緊疫情嘅防控措施。
在，你要承擔起帶領住錦江教會前赴後繼嘅責任。你唔單止任重道遠，喺你前面或許有許多嘅挑戰，從靈界而嚟嘅，從人界而嚟嘅，從物質界而嚟嘅。然而你放心，上主就係嗰位呼召你創天造地造海嘅上主，佢必永遠與你同在，佢必用佢嘅靈充滿你，猶如充滿我嘅一樣，甚至係加倍喺我身上面嘅靈充滿喺你生命嘅裏面。我衷心嘅祝福你，就好似你所答應嘅一樣，帶着使命，帶着上主嘅呼召，帶着上主嘅能力，帶着聖靈嘅同在，進入呢個社區裏邊，進入呢個世界裏邊，高舉基督榮耀嘅聖名。我咁樣為你祝福，我咁樣為你禱告，係奉主耶穌嘅聖名而求。阿們。哈利路亞。2025年嘅年號，我而家公布係新航之年，係一個新嘅里程，我哋要出發啦，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俾一擊大鼓掌，邀請我哋聖靈與我哋同行，率領住我哋，要比過去嘅33年更厲害，咪帶住我哋往前走，一擊大鼓掌，愛我哋嘅主。喺呢個世代要順利交棒，好好承接下一代，並唔容易。喺神親自帶領下，錦江教會唔單止平穩完成交棒，神更帶領我哋踏進一個全新嘅航道。神嘅愛一代又一代與我哋同在。喺新航之年，神透過新任主任牧師吳義珠牧師同牧師團隊帶領錦江，使到前所未有嘅水深之處，帶領錦江拓展新疆界。不論係外賓來訪或者係向外宣教，都係神親自開啟嘅每一扇門。呢個唔係我哋可以自己做得到嘅，不是依靠勢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嘅靈方能成事。神將佢嘅愛同埋復興嘅信息一步一步帶到列國，將福音傳遍地極，復興列國。So wherever the Spirit of God there, and there's life. And the Spirit of God is the Spirit of power. Whenever the Spirit is there, and there's a power. And he also tells us, you see, now my leg can walk. You see? 大復興踏入第5年，神嘅同在比以往任何一年更深、更真實。我哋越嚟越明白，大復興唔係必然嘅，呢個係神賜俾錦江嘅恩典同埋禮物。神喺每一個聚會親自嘅同在，親手觸摸一顆又一顆嘅心，醫治、釋放、重建，令弟兄姊妹更深經歷神嘅愛同真實。例如每一日嘅晨光第一線晨禱會，牧者已經帶領咗整整5年，然而每一日都新鮮。我哋總係期待明天嘅晨禱一定會比今天更好，下一個星期一定會比今個星期更好。正因如此，越嚟越多弟兄姊妹天未光就返到嚟教會，單單為自己同神嘅關係禱告，為要回應得更快，成為合用嘅器皿。而因為呢一份更深嘅臨在，
令在場嘅每一個人都只能承認能夠有如此嘅結果，只因為係神自己嘅工作。孩子，我為着自己過去做過令你難過嘅事，同埋令你傷心嘅事、傷心嘅說話，向你道歉。請問你可以原諒我嗎？爸爸，我奉主耶穌基督名字同你講，我好願意接受你嘅道歉，我好願意原諒你。我為住自己過去所做過令你難受嘅，所講過令你傷心嘅，向你道歉。請問你願唔願意原諒我？孩子，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，好願意接受你嘅道歉，願意原諒你。Amen。我哋一齊嚟祈禱好冇？舉我哋禱告手，我哋一齊嚟祈禱。呢個服侍唔係靠人意血氣噶，係靠聖靈，係靠聖靈，係聖靈嘅能力。Amen！你鼓掌俾我哋掌，哈利路亞！因為服侍係帶嚟祝福嘅，服侍係帶嚟美好嘅，服侍係帶嚟屬靈嘅福分。開聲禱告。我嘅一切皆因由神所賜，生命本源於你，靠你而立。主啊，我有什麼權利可以不為你而活？我將一切完全獻給你，開聲去禱告。神唔單止為我哋開闢新航道，佢同時喺我哋多年耕耘嘅事工上親自成就，讓我哋突破新高度。神親自堅固我哋嘅橛子，讓我哋喺現有嘅根基上扎得更深，站得更穩，從而能夠向上突破，迎接神為我哋所預備，得着元朗城。非常多謝錦光元朗綜合社區服務中心嘅參與，我見到佢哋今次咧係有3個隊伍咧都能夠攞到獎嘅，非常感恩啦！佢哋能夠咁樣全力咁樣投入社會嘅服務，佢哋亦都有啲感人嘅故事，希望佢哋繼續更加努力咁樣咧為我哋社區咧發熱發光，多謝晒！
哈利路亞！喺上個禮拜六，神帶領住我哋打咗一場好漂亮嘅勝仗，由錦光元朗綜合社區服務中心主辦，元朗警區協辦，遊戲新開始，禁毒嘉年華圓滿結束。當日雖然天氣偶爾落住毛毛嘅細雨，但係並未減少居民嘅熱情同埋對禁毒議題嘅關注。而開幕禮亦都承蒙多位嘅嘉賓冒雨嘅出席。復興之光照亮我區啟航，帶着使命再度向前衝。光，你是那光，燃亮地極夜空，天際變及。我哋警方咧都好想咧同社區嘅各位持份者去到好好合作啦。今日希望將抗毒、禁毒嘅信息咧就可以好好咁樣咧喺宣揚去社區裏面嘅。錦光元朗綜合社區服務中心咧，一向都係好服務社區好多年㗎啦。咁經常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啦，包括今日嘅禁毒活動咁樣。咁我哋元朗民政處都一直非常支持嘅。社區中心即係能夠義不容辭舉辦呢個嘉年華會，令到區裏邊所有嘅居民活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，令到所有人都認識咗呢一樣嘢係唔可以係違反同埋參與，保持一個警惕性嘅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宣傳效果，我覺得係俾一個好好嘅正面意識俾小朋友同埋各位街坊。我啲小朋友去參加呢個攤位嘅設計上面佢落咗好多心機。今日我特登係嚟支持佢哋嘅。希望中心同社區一齊再合作，令到我哋嘅社區咧更加開心同埋快樂。希望大家繼續舉辦類似嘅活動啦，同埋希望各位義工啦、青年朋友咧，大家繼續齊心為我哋元朗社區服務嘅。我希望你哋嘅中心咧，能夠將呢個正面嘅意識咧，更加去推廣去各區，甚至我哋成個元朗區隔離嘅屯門區、天水圍區咧，各個區都受惠。咁希望咧，我哋咧警區咧都可以同中心咧一齊有更加多嘅合作，幫到我哋咧元朗嘅居民每一位，一齊將我哋全員抗毒嘅信息帶到社區嘅每一個角落。感謝弟兄姊妹嘅擺上，今次嘅嘉年華有接近200位嘅義工參與，約1016人出席2場嘅聚會，人數爆滿啊！喺新航之年，我哋真切經歷到神嘅手從來都冇縮回，佢嘅作為又快又準。喺今年新星不斷冒起，帶住能力、負擔喺講台上釋放一篇一篇生命嘅道。喺呢一年，好多弟兄姊妹嘅生命加速成長，呢一切都係神親自為教會開路，讓擴展嘅步伐明顯加快，為要將更多失喪嘅靈魂被帶回父家。因為我哋沒有忘記神起初嘅呼召，光要由錦田發出，要成為震動列國列邦嘅教會，並讓大復興嘅信息席捲全球。正因為如此，神今年興起更多嘅工人，為主喺末世大修莊稼。呢個唔係將來嘅夢想，呢個係神現在要做嘅事。神加速咗時間，擴張咗我哋嘅帳幕，為要得着更多佢所愛嘅兒女。因為對於一個4期腦癌患者嚟講，其實每一日嘅年日都要好珍惜。我就求你親自憐憫恩待，帶領住我哋，願但以理卓越嘅靈係加倍又加倍嘅澆灌喺每一個弟兄姊妹嘅身上。藉著我哋嘅禱告同埋祈求，神要將呢一所一所嘅學校俾過你之餘，呢個學校係屬於主㗎。Amen。將你嘅困難，將你嘅挑戰都話翻俾神聽，係啊，讓神咧親自去解答你所心中嘅疑難。因為耶穌基督係賜俾我哋係啊，能夠使冇變為有，能夠使不可能變為可能嘅神。
從錦田年代開始，神親口應許光要由錦田發出，佢隨即將3大目標放喺我哋嘅心入邊，要我哋立志成為震動列國列邦嘅教會，成為普世宣教嘅教會，同埋成為當代極速增長嘅教會。而去到2021年，神更加賜下大復興呢份禮物俾錦光，並且復興一直持續。回望過去34年，神從來沒有食言，神親手帶領，親自為我哋拓展疆界，一步一步將當年講過嘅話一字一畫都變成眼前嘅事實。錦光人，你都親眼看見神所應許的必定成就，所以讓我哋繼續用信心緊緊跟隨呢位又真又活嘅神，因為這殿後來嘅榮耀必比先前的更大。阿門。以賽亞書54章2至3節，要擴張你帳幕之地，伸展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縮回，要放長你的繩子，堅固你的橛子，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，你的後裔必得列國為業，又使荒廢的城鎮有人居住。你是配的，配的尊重和赞美，你是配的，配的，萬物都來敬拜你，你是聖潔，圣洁，你是